上年勝出嗰班動主播，其實呢一年嚟佢哋表現得真係幾好。CK 季軍，亞軍1號文文，動主播決戰冠軍係 Jasmine， 成為我哋動主播嘅一員。佢哋每個都有自己獨特嘅一面。犯法即係觸犯法例嘅意思。表姨媽，我屋企爆屎渠啊！你走先啦，爆屎渠啊，係啊！呢度係邊度嚟嘅咧？咁我知道咧，有機會將佢哋無盡嘅創意發揮晒出嚟。屋企媽話我嚟啦！耶耶耶耶！專業又得，搞笑又得。乾杯 ！Hello， Chief，你好，聖誕快樂啊！聖誕快樂！你哋覺得佢點咧？嗰啲參賽者，咁你就用正眼嚟到做，因為淨係剩翻隻眼啫。最重要係實現到佢哋嘅理想。上年錯過成為動主播，而家機會又嚟啦！即刻自拍條短片 upload 上 YouTube， 再登入呢個網址報名啦！佢哋都成功咗啦，你仲等？你敢讀，我敢用，動主播召喚2014，快啲嚟報名啦！